行政院长卓荣泰这个月初7快闪到东京巨蛋去看经典赛的台湾队比赛。这是1972年台湾日本断交以来第一位咱现任的行政院长踏上日本的领土。日本各大媒体是相继来报道。这个日本出名的时政评论家樱井良子最近来透露，讲负责看线的就是日本的众议员秋生电光一。讲这位议员有特别拜托到卓荣泰，莫发表任何政治性的言论。卓荣泰嘛遵守着承诺，访问日本的期间完全无做任何政治的表态，就安尼顺利来结束着日本的行程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